了改了日到，卡袂唔错的难处了后，会因来进行热图测验内底文句理解的练习，请根据题目的知识，讨出挑符合题目意思的答案，也是挑适当的词汇，单线题。鬼本来讲要参加礼拜的活动，不过娘子怪伊抱偏，却讲无头来呀。了就世界现况，第一届叫妹，第二届挑妹，第三届天妹，第四届老妹。会因老娘哦。他本来说会参加这一次的活动，不过空格呢，就是怎么了？他妈妈生病，就说不来，不想来了。我们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，空格应该选第四个 lo mui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强调时间的最尾端。我们刚才有学到 lo mui 理解数这个词，不过 lo mui 寡伊抱偏。不过后来他的母亲生病，这个句子的意思就通顺了。接下来会因老娘第二题，你见无？娘子先收到了，等钱啦，整个寄收来经理。这个房子有一个空格哦，就是怎么了？先修理到理解进度，先修理整理到这个进度，等到钱够了再来继续整理。好，根据4个选项啊，我们逐一带入看看，顺看看这个句子。你见无？宝妹先收到了，等钱啦，整个寄收来经理。等有钱再继续，不能算是最后。最后与先放在一起也十分矛盾，不通顺。你见无？过是先收到了，等钱啦，整个寄收来经理。过是超过了既定的时效或不流行了，陈旧、过气的意思。语义不通。房子不是因为过时陈旧而不继续整理，而是要等钱够了才能继续整理，所以答案不对。你见无？先先收到了，等钱啦，整个寄收来经理。这样好像通顺又合理。你见无？恁妹先收到了，等钱啦，整个寄收来经理。恁妹讲的是末尾，接近尾声。句子说要等到有钱再继续，表示它还没有完成，不像是末尾接近尾声。所以呢，这个选项不合理。所以立体答案爱讨3，先4。